收看台视闽南语连续剧《查某头家》。日头出来照着阮，予阮想起伊，伊像百分红玫瑰，粉红的嘴唇。迄蕊新厝真正水，纯情的心，沉醉在爱的河边，有人笑阮戆大台，我是真正爱着伊，不敢讲出嘴，望伊了解阮的心，月流也笑阮，爱伊是不变的心，沉醉的爱。春秀啊，你遐尔早来找我，敢有啥物代志是？无啦，有淡薄代志吼，想要请你甲我斗相共啦。迄哪有啥物问题啦？啊，阮甲友着啊，算讲是老朋友啊，莫讲是一件代志，就算讲是10件代志吼，阮都会甲你斗插手。你讲无要紧。毋知影你即摆有方便无？想要甲恁借淡薄仔钱啊，你是需要偌济？ ，2万啦。啊，我是要去学赛车啦。我若赛车趁着钱吼，我念伊就还你啦。哎呀，春秀啊，你都毋知影咧，阮兜中和啊吼，顶阵仔车才歹去送去修理啦，啊，共标花啊又搁倒去。顶个月啊，我的囡仔破病甲足严重的，厝的一寡钱拢开甲空空。啊，厝的吼，搁剩3、5千啊，我来去摕互你吼。毋免啦，歹势啦，我毋知影讲吼，恁兜嘛发生这么济代志，无吼，我去别位问看卖咧啦吼，歹势。歹势啦，春秀啊，啊，你着较早嘛报阮趁偌济钱咧，啊，阮你即摆有困难，阮才无法度甲你斗相共。是这，不要紧啦，你毋通安尼讲。歹势，我来走啦吼。歹势吼，免啦。啊，你顺行哦。阿哥啊，我是啥啊？春秀啊啦，要来借钱的啊我是借偌济，2万块呢。 ？2万块也无偌济啊，你应该借伊啊。我都无咧笑讲摕钱互伊，我才袂晓家一楼咧，家囡仔买衫裤。啊，你哪会当安尼讲啦？啊，人有着啊，较早对咱袂歹啊。啊，伊即摆有困难，咱应该借伊。哎哟，像春秀啊，遮尔戆的查某囡仔，我凊彩讲2句，伊就拢相信安尼。完全无社会经验，你家钱借伊哦？你借伊遐济钱，伊无才调行啦。你要做工啊？你去做，我毋哦。 快点啦！你哪不来？我袂出来啊！你到咧爬爬走啦，这唔是款。哎，妈，你做啥哦？你会使通啉两，规家人吼都咧等你食饭啦。妈，歹势啦，啊，我先来煮啦吼。免啦，我食饱啦，等你倒来煮物叫枵死。小晶啊，啊你食饱未？阮是食过啊啦，啊那囡仔我都毋知啊啦。啊，实在够可怜咯，啊无人通煮好食。宽仁啊，啊妈妈随来煮互你食，小等一下吼。唔免啦，我爸有以后要去惠行找妈妈，第一面搭拄着阿三姐啦，阿三姐就请我食面食饱啦。啊，妈妈，阿三姐讲你要去学开脚车，是毋是真的？啥个啊？
学开卡车？无春秀啊，你是读个歹还是安怎啊？查某人去学开卡车？妈，我若无去学开车，啊，厝内底开销是要安怎？迄地哦，我是袂买啦。嫂啊，啊你若去开卡车吼，啊权人啊谁要照顾啦？妈妈，你莫去开卡车好无？你若是去开卡车，我就袂晓常常看到妈妈，我袂啦。宽真，你较捌代志咧。啊，较早爸爸伫咧时阵哦，有爸爸咧趁钱，妈妈毋免烦恼你的食穿。即摆爸爸无伫咧啊，妈妈若是要去学赛车，啊，厝内底是要安怎？我袂啦，我袂你去开卡车啦，我袂你去开卡车啦。宽真啊！我袂你去开卡车，我袂你去开卡车啦。宽真啊！宽真啊！妈妈会去学赛车嘛，是逼不得已的。妈妈若无去学赛车，爸爸的车行就保袂牢，咱的生活嘛会出问题。你想看觅咧？咱的生活出问题，妈妈就袂当带你去佚佗啊，嘛袂当买你喜欢的物件，对无？敢讲你目睭金金，看爸爸的车行倒咧？宽真啊，你嘛小替妈妈想看觅咧，好无？有车无车，我唔管啦，我就是无爱妈妈去开卡车啦。妈若是去开卡车，我就无爱妈妈啦。宽真啊，你哪会通安尼讲啦？好，妈妈若无去开卡车，你讲，你爱妈妈做啥？你讲啊！爸爸就是因为开车辆无闲，才会出车祸死去。所以我不爱妈妈去开卡车。我已经跟爸爸，我已经跟我妈妈。妈妈的心肝疼，妈妈哪认真帮你一个人啊？妈妈甲你保证，妈妈绝对袂离开你。按讲妈妈一定会去开车，安尼爸爸的车行才保会着，咱的生活才袂有问题，知无？我不爱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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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爱，我不爱，我不爱了，我不爱了，我不爱了。管你啊，管你呐！哎，啊过去的啦，红顶你给我爽哦，拜托的，就这弄事的，食饱未啊？来啦，阿三请啊，请你食饭啦哦。好呀，食啊未来上啊，啊所在搁加切过啦哦。安怎啦？油头壳面啊？啥物代志啊？甲阿三姐啊讲啦，阿三姐啊替你解决啦，哈。呢，敢若正经诶，我准你啦，我准你烧酒啦。阿三姐，甲你滚笑，你做做真诶哦，拜托个哦。你甲我分手，我无甲你分手，我就是要你。啊，你是去叫老师骂，还是安怎占着药安尼啊？你这占着药啊咧？我妈要去学开卡车，你要去走动，我点了你烧酒。哎呦，管恁呐！恁老母去学开卡车是好代呢，我哪会去搭档啦？反过来讲吼，咱两个啊，甲你的阿妈阿叔啊吼，拢应该拢徛起来，甲恁老母敬礼，知唔知啊？哎，管你啊，管你啊！记识到你啦，管你，管恁啊！你是咧创啥？你是创啥哈？哦，卖哭啊啦，卖哭啊！来，
来，甲阿三姐讲，到底是啥物代志啊？这个时候爸爸是安怎死的？恁问这要创啥啦？妈爱讲，爸其实去开车，还是阿公去学校，才从乡才会去才死去。今妈妈要去学开车，迄时阵若甲爸爸同款，那安尼我是要安怎？无跟无爸爸，没有我妈妈。哎呦，元玲啊，你假是恁老母去学开卡车是自愿的呢啦，你是去用逼的啦。恁老爸哦，过身之前哦，甲恁老母交代啦，叫伊哦爱甲你好好照顾啦，啊，搁爱踏车行搁好调啦。阿三姐啊吼，目睭歹啦，无法度去考驾照啦。啊，恁老母袂去学哦，是安怎维持车行啦？啊，恁兜的生活是要安怎过啦？啊？要不过趁钱我一个人爱去开车啊，这爸没趁钱啊，要无，如果无读册，这爸叫伊去做工过。你安尼会使趁偌济钱啊？你甲阿三姐讲啊？哈？你安尼就是食米唔知影米价啊？你知无啦？啊？迄个无天良的苏金福啊，逐工咧设计恁老母踏车行袂掉啦。啊，搁你会要求阿嬷啊，啊隔壁阿叔啊，啊一天到晚你欺负伊啦。啊你哦，不爱好好听恁老母的话哦，啊不爱好好读书哦，啊你规日叫恁老母去跳港好啦。饮水的红，迄个无天良的苏金福啊，逐工咧设计恁老母踏车行袂掉啦。啊，搁你会要求阿嬷啊，啊隔壁阿叔啊，啊一天到晚你欺负伊啦。啊你哦，不爱好好听恁老母的话哦，啊不爱好好读书哦，啊你规日叫恁老母去跳港好啦。来，阿三姐甲你讲哦，你无安慰恁老母哦，已经真凄惨啊。啊你即摆搁伤伊的心，啊？对无？你爱知影咧，恁老母为着要维持车行哦，啊为着要哦，互你过好日子吼，啊哦死过哦，个人的面色个当笑钱咧，啊？啊你要食肥肥，叫我推推，啊啥物代志拢计都毋知，啊？你安尼哦，阿三姐哦，毋知要安怎讲你啊？唉。宽宁啊，宽宁，啊你伫咧遮哦？啊妈妈去好好接你吼，接无，啊四界找也找无人，啊你去走去倒？啊？宽宁啊，啊这你辛辛苦苦欠的钱呢，啊你若甲弄破啦？妈妈，是啊，都是我唔好，我真有钱啊，你莫去看别人面色，甲人借钱啦。以后我一定支持妈妈学开车。这就互你去学开车。我甲你讲，有你支持妈妈，妈妈不管对了什么困难，妈妈拢会克服的。我甲你保证，妈妈一定会考到驾照。妈妈，保证。妈妈。歹势哦，啊拢是人工啊。好紧啊！啊，你相片敢有载来？有啦。哎，有遮。哎，遮资料麻烦你写者。我毋是这张嘞，我是要来考拖拉库的。哈？你是要考拖拉库？是啊，不过这先要有自用车的驾照吼。
我18岁就有啊啦。这拖拉裤的handle路是真歹胖呢。你这么瘦着，你是敢有办法？有啦，我有办法啦。这拖拉裤是真歹开哦。到时阵吼，你莫怨叹哦。无问题啦，无问题啦。好啊！你到底会晓开车未啦？你毋是讲你有驾照会晓开车？谁甲你教的？阮翁啊。哈？有人教可能还讲驶甲安尼哦？我著有驾照了哦，我著有心啊，有心了哦，我著毋捌阁驶过车，所以。我变啊我。真的啦，歹势啦，给我一个机会。我看吼，你也是转去做你的家庭主妇好啦。无手尾来也要晓开车，你莫对人学驶上面拖拉久。转去啦，浪费我时间。教练啊，你莫安尼啦，给我一个机会啦，我一定好好驶啦，拜托啦。好啦，好，莫阁甲我缀着线哦，吼。多谢。免啊啦！教着你这个怪憨甲垃圾的查某人，我真正有够衰呢！我听教着你，我听真正拍坏我的名声啦！转去啦！无代志莫来学驶拖拉机要创啊！阿妈，这个敢会晓？阮若无读书哪会晓？妈，歹势啦，囝较晚转来吼，我入去炒一个菜，你毋着食吗？免啦，炒菜，阮若要等你转来煮菜互阮食吼，早就枵死啊啦！来，过来，我问你咧，妈，什么代志？你去学驶脚车，驶得安怎哈？你去学驶脚车，驶得安怎哈？妈妈足厉害的，妈妈一定足紧就学会晓。看真乖，日仔写会清楚哦，吼。真是啊！等你若考着驾照，迄车毋着咱北二路安尼走，吼，安尼足辛苦的吼，你敢堪会去哈？妈，辛苦吼是一定的啦，毋过只要吼会当维持家庭的生活，我袂要紧啦，我会堪的啦。别款人咧，你放下一个家己蹛边厝的心。妈，我即马大汉啊，我会家己照顾家己。啊，你囡仔人点点啦，有耳敢无喙啦？大人讲个咧插喙。春秀啊，是讲你若出去驶脚车，敢袂人讲闲仔话啊？讲闲仔话？对啊，驶脚车这个工课是查甫人的工课啊，人的地盘啊，你遐规定查甫人安尼叽里咕咕，安尼敢好？春秀啊，其实吼讲起来，迄个地较袂调吼，做一下小生意嘛通较趁钱。安尼敢是较好，对？好啦，袂掉啦。妈，迄块地我是袂卖啦，我会用我所有的力量来将车行维持落去。维持落去，你这两脚走外头，我都唔相信讲哦，你有法度徛放了。书哦。妈妈，我一定要加油，一定要较早考到驾照的。我真正足思念你的啦，安尼啦，无闲啊吼，来去伫遐边食食。食饭吼，对啦，就迄个老地方食饭就好啦。
吼，食完饭吼，我再过来去看一下电影吼，看完电影吼，我过来去迄个上面那个。你稍等一下吼，我等下搁打电话给你，来，进去。拜拜。啊，你是咧安怎哈？我甲阮小孩咧讲话，你是无欢喜啊啦？哈？甲你讲几啊百遍，安尼倒拍两年，搁回转转来。啊，你是白痴的哪笨蛋？啊，你搞拢没有？教练啊，你安尼大细声吼，我就会紧张啊，我若紧张吼，我就会使唔着，你莫遐歹啊。啥？我歹？你若较巧的，我敢袂对你歹？我的意思是讲吼，我有较憨慢啦，你若莫遐大声吼，好啊甲教，我真紧就会晓啊。干嘛呢？真的啦，我无骗你啦，无你好甲教，等下你讲我真紧就会晓啊。好，我莫搁甲你骂，吼，你好好学，好好使互我看，吼。多谢，吼，多谢。是摆哦，是我啦。我当然嘛爱你哦，对啊。而且吼，我一直甲你当作你是吼白痴。春天百花满满是，蝴蝶飞来收花期。青春男女好情意，双人旁美甜。妹妹我是真正意，不敢讲出嘴。春天樱花正当时，双人来到阳明山边。